我特别想我亲爱的天父爷爷问好，我是以利我也是向亲爱的耶稣说问好，我也是以利写的以利我们到这个时间了，就是让我们一起要听到这个教导这个教导不是第一次要教训的只是一个提醒一个确认的，也是一个启示就是来说那个现在那个现代的人的生活，有些已经知道，有些也不知道，有些还不明白，有些已经明白。是活到了，就是为了让我们要叫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的事情这个是理所当然了。就是以利亚有说话的时候就是他跟我父亲的爷爷一致的，也是跟我的在我哥哥从我哥哥那里的话就是从我父亲来的话以利亚就是个使者。我们今天又说到那个话题根据你们在屏幕上所看见那个话题就是外星人和飞碟已经到了。外星人他们坐在飞碟上面的，就是一个飞行物有些人把它叫做一个就是一个飞行物因为有时候这个不是个飞行物就是一种的在天空的形象。他就是要我立刻就出来了，不非有就是在天空就马上就立刻欣赏的。有些是在海里，就是在海里飞行生物人类就是有人类所看到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待会儿我们一起要看到一个见证人了，我都没有见着过是不是个正版的，但是据我所看到他所说的多一个是一个非常正版的。因为这个以前我都已经教训过，是个飞行员，俄罗斯的飞行员待会儿那个技术员就把这个节目要播放了。我就是在最后的就是那个两个最后的节目我发给你们了。然后就是我们一起要听到他是怎么做见证了，就是知道他那个到结局因为他所看见的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待的，所以在他们的当中把他要赶出去他有做见证已经很老应该是已经98年了还是90年了，我没有记好要去那个月亮，要参观那个月亮的都是按照那个外星人所得到的技术员的，我们都把这个要详细的要说吧，因为你们都没有这个能力能上到月亮那里，除非是能从那个外星人那边得到这个技术，
以利亚现在所教训的就是他们的历史。我再强调，为了让你们知道，因为这个教训就是为了世界的拯救你们都看到那个大乱子，你们就乱子。那你们乱是理所当然了，因为你们所看见你们为了你们所看见的，你们就跟乱子，因为你们所已经看到了不算什么。这个就按照我说的话，在你们的顶上的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就叫你们的乱。我们先一起要念下这个经文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几章应该是路加福音第21章或者是24章。对了，就是路加福音第21章。这个经文是在哪我们一起要念到路加福音第21章到21章到23章。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多的应验了。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那孩子都有祸了，因为将有灾难将这个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有颠覆耶和华的震怒临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了，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那这个耶路撒冷的地都已经被阿拉伯践踏了，因为这个都是来拯救阿拉伯一直跟他们一直跟他们作对，就是那个巴勒斯坦要坐在那个加沙因为都是在大的周围都是阿拉伯。我们现在在以色列中了看到这个情况，那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我们都看到，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又经历了一个罗马寺庙，这个是太糟糕了。我们也是要去修订了，在25节。日月形成了，要先注意一照，地上的邦国也有空苦，因海中的波浪的响声，因为连那个海子连海中都被波浪的，因为那些物质的都从这个海里面出来了，在海里面的是太危险了。我给你们已经提到，这个在海里对你们的人类来说是不安全的，因为那些台风，所以就缓缓的不定，你们就是非常灰心的，非常灰心。所以我说你们是长马有作对我想向你们那些犯罪的人来提这个问题因为你们的头就是魔鬼，因为魔鬼就是你们的父亲，所以他一直要管制你们。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们必要下地这个话你们要记住。
你们不跟随魔鬼大族来要折磨你们，因为你们有能力与他们打仗了。你们在哪里呢？可以得到这个能力与魔鬼作对？我想提这个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啊。只要跟随以利亚因为这个时候有人在模仿这个以利亚这个名字。这个时候有人在模仿，却大多是一个犯罪啊，以及要遵守是条件，跟着耶稣呀。这个人是太危险了。他们说是在来自非洲，谁说是上帝的都是啊来自非洲，在这个圣经上面哪是在哪里提到？你们都看到那个魔鬼作为这样的撒谎，他们自己有拆迁他的狮子，那你们不会模仿谁的以利亚，他就是要我说的大师谁的以利亚啊。然后这个就要提到我的时候，你们就是要强调说是谁的以利亚，你想说的就是以利亚啊，就是要记着要说是呀，他是亚乌刷的弟弟。那么我们就要继续要讲下去吧。定时都要震动了，那要把这个定时要震动了是如何？这样这个情况是太危险了啊！路加福音第21章26节，人的香气将要临到世界的，就多下红布覆体，因为天上的都要震动了。这个就来说明的，在天空的都有很大的震动了，就把那有什么东西要坠落下来了。那你在看到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没有办法能说，你说的不，你人受不了。这个就在记述录书也。经稍微当下，这个是在哪？有这个经文就在记述录书第6章，就是说天时都要震动了，你都看到一棵树啊，你都把那个树要震动了，大到果子都要落在地上。这个情况就是如此。我把这个要无说的话都有想给你们要提到。这个经来到这个地上，对西迪埃来说，你们应当有高兴的，然后就成就稳定了。你们要把你们的爱呀，我说也显示出来，尤其是外国人，赶快来到呀，我说的大师在的以利亚，要跟着天父亲爱的天父和呀，我说与他同在，就除掉他的罪孽。我们来念下这个是第几集啊？我只是装要把这个话要画来画去请稍微当下，记述录第6章第13节，天上的星呈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上的定时都被摇动的时候，那颗星都要落在地上。您可能说那些星都是不是落在地上？那已经落在地上，那这个星到底是谁？他们就外星人坐那个坐在那个飞机上面，就把你死你，他们已经来到你们的来在你们的当中了，他已经在把你们的困苦
要那些人类的，就是要不听亚耶娃的话，你们去劝告他们，我们一起看到，你们去劝告西法加尼沙布拉玛，你们劝告那些所有的上帝耶稣啊，那些你们的假上帝，你们去劝告，我就说没有地道，你们去劝告他们吧，你们去劝告。你们有各种的上帝，你们就去告吧。个人有自己的上帝，只有以利亚神特别亚耶娃和耶和华，我都已经把他们向你们指示过。让我惊讶的事情都是你们都不知道这事，你们怎么又做对他们？因为你们是个犯罪，这颗心到底是谁？我们来念下这个是在哪里？我们还是要继续念了记述录请你们稍微等下我再检查，这个就是一种的情况。在记述录书第8章，我们先念这个经文请你们稍微等下有什么东西想转给你们了记述录第8章请你们稍微等下，这个是不要紧的，因为我现在没有使用的圣经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是个应用，所以有时候就有不好查，所以我们必须要查。我想说的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们看到就是要发过来，就是要就是关于这个亚巴顿和亚伯伦。是如果有人已经要寻找这个关于这个亚巴顿和亚伯伦，就赶快发过来了。我也要再查一查这个主要我们赶快能把它找出来了。记述录第9章，对了，记述录第9章我们第一年开始，这是一种的一颗心的记述录第9章第1节，第5位天使出号，我就看见了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要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个烟昏暗了，有蝗虫的从烟中了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写着能力一样的。然后我们就掉到第8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静物，并一切树木。我不好意思，刚才唯独要伤害恶上的没有神的淫罪的人，当不许蝗虫的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了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食人的痛苦一样的。我们跳到第8节不是第8节
掉到地上一节有无得坑的设置做他们的王，这个就是那个蝎子，那个王，按这个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伯伦。这个亚巴顿和亚伯伦就是希腊的魔鬼，他们就是要他们的名字提到在撒旦的书卷上面的，就是魔鬼的书。这个名字叫亚巴顿，或者是名字叫亚伯伦，就是有个魔鬼在那个地方。你们千万别把它跟亚乌刷要混在一起啊！因为亚乌刷他是有个能力要把他的敌人的有惩罚他的敌人的魔鬼有自己啊！因为魔鬼在这个地球上有做很灾祸的事情，因为魔鬼领导你们，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已经不多了。魔鬼来了，为了灭了你们的那受害者就是人类。那这个从天上要落下来的信，就是魔鬼在希腊的就名叫亚巴顿，或者是亚伯伦的这颗心的。他们从天空的要落下来的，就是魔鬼，你们把它叫做外星人，就是他们。我不知道你们明白还是不明白，因为这边解释很清楚啊，就是你颗心被落在地上，就是魔鬼，他们就是魔鬼。根据记述录，我们一起要念记述录第9章，就是魔鬼有很大的愤怒领导你们那里，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已经不多了。这个是在记述录如果有人要记住这个经文，就赶快发给我。应该是记述录第11章，我都嘛92章我都没有记，我们记起来了。记述录第12章第12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这是地狱还有祸了。你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哪里去了。天后住在其中，你们只是地狱还有祸了。跟按照亚乌说的话是，天使都被摇动了，为了让他们落在地上。这一切的情况是什么意思？这个情况是如何？因为你颗心要落在地上，就是魔鬼，他们都要做一个飞碟你们说是要做着那个是一个飞行物，是个飞行物，他们从海里出来了，你们有祸了。要我说海都被波浪的，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从这个海里又出来了，那海里面就有波浪，那时候要讲到，他们必须先露出来了，不会再被阻止。你们必须要出来了，这是以利亚的命令的，从天父耶和华和亚乌说那里来的。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要出来了？
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最后要去哪？他们要去哪？他们就要去一个教堂，要去那个政府，这就是那些他们物质的目标。我们来念下这个圣经的，这个就来说明天父耶和华的要惩罚你们。我们来念，我们一起看一下那个启示录书，这个为了证明你们就是话都别拯救，那你们就是一个老太婆，她的种的东西被丢了，她就是只能当着，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以赛亚书24章，我先查看一下，我对你们想说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天父耶和华来报应的，就是在天空的军人。我们在重复这个经文，按照那个圣经在以赛亚书第24章第4节，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情况要发生了？我请你们要留心听吧。那我们就从第3节开始吧。地必全然空虚的，尽都荒凉，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最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比地上的居民误会，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就是地上的，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远，因为你们做了很大的错误。你们把天父的名字改了，你们把耶和华的名字改了，你们把真理破坏了。根据你们的道理，你们说必须有犯罪，你们把真理改了。天父耶和华不爱犯罪，却你们难过要敬拜假上帝。你们听魔鬼的话，必须要犯罪，却要无刷在那里说不要再犯罪，却你们愿意听魔鬼的话，要说是必须要犯罪，然后就悔改。所以你们被祖祖吞灭，住在地上的先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太危险了。这个情况是实在不好。这是为什么？我教你们要留心听这个第9章。那么第18章我上周已经提到这个，我还是要继续要说，因为这个躲避恐惧生的比坠入陷坑。那你们去求告那些假上帝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络撑住，真的没有办法。我念的就是以赛亚书第24章第18章，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上的根基也震动了，天上的窗户都开了，至高的窗户都开了，就是上帝来了，把他窗户开了，为了做什么？为了报应你们，为了灭掉你们。他把天空哪里要动了，根据他所说的话，要把天
定时要摇动了，这个时候已经来了，把他们要落在地上。现在美国都有，在美国就是在就在美国它是靠近那个就在纽约的靠近，在菲拉德菲的不仅是这个了，这两个地方也看到这个。那有什么有发生？那有什么事啊？就在网上的时候，有那些无人机都有要显示出来了。有些在盯着看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他把那个灯灭了，就立刻就不见了。非常稀奇的事情就是有数目是有接近的5000个。那这个无人机是要做什么？有些是就立刻要被不见了，有些是有人在个开玩笑，在做个开玩笑，因为他们是有钱的，然后做这样。因为这一切都是来告诉你们，因为有什么东西都在领导要叫他们有打仗，有时候就是人有打过，人有攻打人的。在地上的情况就是来预备你们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这个情况是太危险了，要领导你们。那么我们就继续要念了。地全让破坏了，经都崩裂了，大大的震动了。这个就是在第19以赛亚书第24章第19节，因为顶上的窗户都开了，那地全让破坏了，经都崩裂了，大大的震动了，地要到西外，好像醉酒的人，因为他的罪过在其上的沉重了，必然他先不能负起你地上你不能再负起你的结局到了。所有在马达加斯加的，我一直要把这个要传给你们，却你们的不听，或就领导你们那里。到那日，亚法在高处比长发高处的中军，在地上长发地上的列王，天父耶和华有长发高处的，只要他又把顶上的窗户开了，他就来惩罚。要说的是魔鬼和撒旦，他们有自己的军人的，在上面那里他们有自己的军人的，在地上就是地上的列王，就是地球的列王，你们有预备那有什么事为什么天父耶和华这样说的？因为魔鬼落在你们那里，你们的列王，你们是第一跟他们合作。我们来念下这个上帝的话，就在以赛亚书第14章，你们地球的列王，你们那个总统，你们有预备为了这件事，我就说你们别当这个总统了，你们会遇到麻烦了。只要你们当这个总统了，不光是要当那个村长，因为他们都干涉你所有的一切。那些管理那个政府都是属于他，因为这是新秩序的世界的新秩序新秩序就是魔鬼来控制这个世界。我也并且又把今晚的给你们看了，你们都知道这个情况都已经进行的。美国人向俄罗斯要打仗了，我讲让我好笑你们美国人、法国人比喻你们受不受防了？
放了。你们不管你做什么，你们不会有打败耶路撒冷，因为你们所使用的那个技术都是从你外孙那得到的，你们本来就是没有。觉着这个地球上的外孙人长就是谁呢？我已经提到这个名字，谁呢？就是罗尼的老婆。这个话是很直接的。谁呢？就是罗尼的老婆，他都是跟罗尼联络。罗尼就是魔鬼的宿命的。你这个魔鬼就是一个专门的，就像律师呀、律师医生的这个就是一个是个宿命的，都是魔鬼的专门就是罗尼罗尼的老婆就是谁呢？他住在一个红房子，他住在一个红房子，在不停耶路撒冷总统的我都把这都要教你们的所有的总统都了解这个情况了，但是他们就讲不知道而已因为他们的主就是一个他们想当第一魔鬼都是想当第一所以被亚娃有主他们都想当这个第一地上的总统都是如此。那你们说别说我们的事了，那时候到了，人家必须要说，你们所有的总统的主子就是一位。那您说你是在哪里知道这事了？这是叫做耶利亚就是要负责把那些奥秘的事情就显露出来了，人家模糊到了。你们的主就是一位这个不是从你们那里，这是要从外星人那里。外星人长大到住在耶路撒冷那个技术都是从哪里出来的？你们这个小人被他们控制我不知道你们的脑子能不能明白，我只是要说，而且我继续说，我们一起要念下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在哪里？对的，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明亮之心造成的之子你们都看到这个命令就是一个明亮的之心。你和金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和金别看到在地上，这颗心要从天上坠落的，要别看到在地上，就他们就是他从那个坠落，从天上坠落，要别看到在地上，这个就是天使都被摇动了，然后那些外星人都从那边落在地上，这个情况是很清楚就是你这功败列国的。被看到在地上，这些心都是在功败列国的，所以他们都在贩卖人的，他们跟那个总统都达成了协议然后他们就贩卖人的，然后他们就是要叫所有的人要变成了耶稣他们就是跟那个总统要打那个协议那些要管理那个国家就是那个流亡，这个事情都已经好几千年的。那这个模糊因为他们想得到很厉害的武器那所有的总统都跟他们打个协议其中就是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印度。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是在这个地球上的总统了，都
跟那个外星人达成了协议啊，去啊到最大的就在俄罗斯啊，俄罗斯最后的艺术就在俄罗斯来攻打这个全世界，你们都有匍匐在他的脚上。那这个话就领导你们谁是像耶稣，谁是像耶路斯，谁能打败他？谁像谷歌，谁能打败他？那谷歌名字他是谁？在不停的继任的总统就是他在背后。这个话你们就没有权利能阻挡这个话。你模糊到了，我现在非常直接的对你们说，这个话就是在2003年的就开始要教训的，那个时候你们都在耻笑我，这个时候啊，这是我非常厉害的武器啊。普丁这个总统他刚刚宣布这个最武器的这个最厉害的武器啊，他昨天就要挑战了。他说如果你们就勇敢了，你们就在那个基辅那边有挑战了，就是根据你们的人类的说话，我们在哪里要挑战了。你们把你们自己的武器要提供他们那里啊，然后把我的武器要给你们挑战了。这个是普丁昨天有宣布啊，这个新闻都要分析，要在这个全世界上都听到。就是我教你们那个美国你们北约啊，你们把自己的武器要拿去那个基辅那边了，然后把自己的武器要打他们那里。到这个时候都没有一个都能把自己的武器要提供到那里。我跟那个美国人都我劝你们了，你们别跟他们攻打。我想我劝你们就宁愿了要选择那个Trump，我们继续明亮之心的朝前的之子，你和金从顶坠落，他像那样无数的座位啊，他就是要叫明亮的之心。你这攻败列国的，他就是喊那个总统的，他就把他攻败了。如果他跟他不爱那个总统，他就把他攻败了。就是你这颗心，他们就要专门做这个，就那些外星人、那些奴隶和他疑惑的，在那个就是那些他手下就是奴隶，就是那个大龙。就是那个龙，他有几个龙，把龙都是在大手下。他有个军人，就是那些蛇，还有那个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些鳄鱼这都是他们的丞相，都是那些不好看的动物啊，还有青蛙就在他那个级别就是级别就在下面。我说的就是他们的级别，然后就是那个灰色那个大灰色的，在他那个级别高一点就是那个螳螂。你们说那个就是什么？那个美人鱼啊，是在他们的级别是在最低啊，就是他们就在地上的，他们的头就是那个灰色的蟑螂，还有那些就是那个白色的，有一种的白色的，这个就是人已经被他们变成了，太厌恶了。有许多的人类都已经被他们已经变成了耶稣，所以他们就不爱听耶稣的话，因为他们是个耶稣。您都不要听耶稣的话，你就是个人，您就是一个耶稣。把这个话又交给你们，却你们不听，你就是个耶稣。在第13节，你心里常说，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的心以上。你们都看到，他就像比较像跟亚乌刷，在比亚乌刷和天父耶法在以上，在记述录书第12章第15节，亚乌刷叫做是个是个明亮的真心。我们先念下这个话，因为恐怕你们就记错了。记述录第12章第15节，不是，对，第16节，记述录第22章第16节。我要无说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的事向你们证明的。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诚信。亚乌刷就是明亮的诚信，就那个魔鬼在那里说是个明亮的诚信的，你们都看到这个魔鬼就像亚乌刷是一样的作呀，太危险了。我们继续要念这个第13章。我们再重复念下这个以赛亚书第14章第13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的，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的心以上，这就是天父耶和华亚乌刷。我要坐在聚会的身上，在北方的基础在这个地球上那个北方的基础在哪？就是耶路撒世界的中间就是以色列的，不是罗马。世界的中间就是以色列的，就是世界的中间。如果你在以色列的要想知道那个北方的基础是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因为世界的中间就是以色列的。你们去念下这以色列书第38章第12节，从第8节、第9、第10、第12都是要说以色列的历史。那世界的中间就是以色列的。那圣经有提到说是在北方的基础，那你想知道这个北方的基础在哪，就从以色列的，那你都知道这的就是耶路撒。这个是给全世界的通过，这个是在模糊的日子到了。在第14节，我要升到高云的之上，我要与之上的和同等。他就想跟你像至高的要同等，说的就如你是神。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的极深的之处。天父耶和华把他要惩罚了，就是要我说把他惩罚了。刚才念的就是第15节，他就是要升到高云的之上，像天父耶和华同等了，所以他要把他要落在阴间了，就活就在火里。第16节，凡看见你的都要等紧看的你，绿看你的说是大地的程度，
势力国的争动的，是大地的争端，所有的政府都是在这位新生的手下。那证明的，全世界都没有离开这个外星人的，光是这个不定这个总统的都是外星人的，光是那个叫拜登这个美国的总统的都是外星人的。如果不是从那们有得到那个权利，就说没有，就是所有的总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总统都被他们控制，尤其是那些强国，那些强国就是来控制那些小国，那些要不发达国家的我们提到马达加斯加都被法国要控制，法国都被叫拜登要控制，他们那个必须都必须要听到叫拜登的话。有人都在说是中国比俄罗斯强国，你们想一想，哪有那个中国比俄罗斯要强？只有俄罗斯就能把这个全世界要打败了。圣经说没有任何人的国家能打败的，他都跟那些列王的国家在一块，所以他们在贩卖的时候，就是那个国家的总统都不说，然后他们要把那个新变的，因为在有疾病的时候要打疫苗，他们把那个新变了，要加入这人的里面的。就是说他们有这样的习惯了，就是你有生病的时候，然后你就吃药，你给你打个疫苗，他先把那个疾病的要感染来给你，然后你又给你打疫苗，你就可以要得到这个那我想给你们说，你们就要得到那个新变的，那你们就是在部队的时候，你们要去哪里啊？你们就是你们的头就是魔鬼，你们都没有办法要跟他们打仗，他们来了，你们就受惩罚，你们不接待这个教训，你们就会有受惩罚。你们在描述我说的时候，你们就必有受惩罚。我说的对你们全世界，尤其是听到这个教导，因为你们都一直有不定，你们一直有描述，因为你们都没有什么变化。风还是刮，太阳是照，月亮是在夜里的时候还照，那没有什么。我们还有吃还有菜，都可以吃，可以吃饭了，可以吃菜。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不是已经被摇动了？为什么美国人都这样的乱子？因为那里真的有飞碟。就是他们就是要就是那些要把这个无人机要在外面了，这在里面都是都是飞碟。这个情况你们不会知道，不会有明白，不会了解。你们可能说这个就是那个美国人的军人都要在做在做这个。这都是假装了，你都在跟那个俄罗斯要打败，你就是要用那个无人机啊。俄罗斯跟美国人打仗的时候，不是用那个无人机啊，都是用那个护航者就完事了。两个国家要发生这个冲突啊，不是用那个无人机啊，你们得记住这一点了。如果是有两个强国家要打仗了，我提到这是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不是跟军人的是没有关系的，那是那个他们那个控制他们，那就是那个外星人的来率领他们，因为那些技术都来从那个外星人他们得到。那就是那个最大那个老大跟那个俄罗斯才有很厉害的技术，这个是很逻辑的。
所以昨天不定向美国人要挑战的话，他们就没话说。就是不定那个俄罗斯的总统直到现在那个美国人都没有什么反悔。因为那普丁就是要昨天说，我们就是要挑战那个武器吧，把你们所有的武器要提供给那个基辅基辅这是乌克兰，基辅这是乌克兰的首都，你们把你们最厉害的武器要提供给乌克兰的，就我们把这个乌克兰要攻打他们。如果你们能够阻挡，他就阻挡，就把他阻挡了。这样的就是一种的挑战了。这个就来说明你们美国人的武器是没用了。大家有说的这种美国人就是他们比喻，把你们的这个武器要提供给哪里这个我听到这个新闻，所以我不得不说我们惊讶的，因为没有那个国家都能反悔，因为伊俩已经说过了，你们没有任何人的国家能打白俄罗斯，你们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你们想要把你们的城市要打破了，那就跟俄罗斯打仗了。我在提这个意见了，我在提这个意见了。我都已经说过了，那个耶稣的最大的就是在那里，那证据这个话都已经到了，他们不想先露出来了，所以他们被逼着，所以他们必须要先露出来了。所以有那个国际要把你们的撒家要拿出来，就是他们逼着要被逼的要先出来，就像那个拉一匹马。或者一匹拿那个一匹驴，就在那个鼻子里面要用那个绳子，要把它又拉出来了，不会再住在他那个窝。他为什么要把它拉出来了？因为他有出来的时候，然后他去杀人的，然后他们的幕后就倒了，所以他们不会先露出来了。俄罗斯就是他们比那些他非常狠。基辅要用那个美国的飞导弹来攻打他们真的不会接受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不想先露出来了，因为他们一先出来，他们的模糊时间就到了，所以他们不想把自己的实力要先露出来了，他们把自己的实力要先露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模糊就到，那之后他们就用那个飞导弹来攻打那个乌克兰对他们是算什么？美国人在他们的眼前算什么？法国人在他们的眼前算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他们打仗了，因为他们是个耶稣，真正的耶稣就是住在俄罗斯，在那个红房子里面。那您说你有没有去过那里？你去看了就知道，在这个全世界那里有那个红房子，然后那个总统住在里面了，他们就在那里。的确的，有时候就是在哪里，他是罗你的老公，罗你的老婆那些有时候都在他的手下，在他的手下，在这个你们地球上的，因为他是个罗你的老婆，他们就是个夫妻都是公的。他们把所有的女人都与他同房，所以天父也把就让他受惩罚了，把他们的脸，他们长得最难看了，在所有的野兽中了，他们那个魔鬼撒旦是最难看了。他就是那个我刚才对你们说的老婆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克诺嘎的灯说的这个我当时就给你们的在开玩笑说的，你们以为这个我给你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个非常亲密的模糊的最后的打仗都来了。
该出来了都要出来，不会再藏起来了。你不管怎么样，你骨骼你必须要先露出来了。有的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必须要出来。你对你美国人的，你不管怎么样，你必须不要再动了。你怎么跟你的头要打仗了？你没有办法跟他要打仗。您是用什么的办法跟你的头要打仗？你没有权利跟他要打仗。去地球上你们的预备，因为那些有手要落在地上的时候，对你们有祸了。因为这个地球都是要被摇动了。因为有手要落在你们的地上，那你们这边要做什么？很大的疾病，很大的痛苦，很大的乱子，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地上的乱子领导你们这里。因为他们就在地上就是在颠覆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个乱子，因为他们做这个乱子就被刚散了，因为想跟颠覆耶法有同党了，那这个因为就是颠覆耶法让他们继续做，当来到你们的当中的时候，就是把你们搞乱了，搞乱子，那你们就是预备啊。因为他们不爱你们的人力，他们就是想把你们杀掉了。所以你们不悔改，你们不想悔改，光就是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还是愿意接受那个黑暗的给你们已经教训过，这位上帝的儿子，他说不要再犯罪，所以你们不爱听这个，你们是有选择有自己犯罪，因为你们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你们非常爱你们的父亲的魔鬼。你们的父来的时候，那就把你们搞乱子，就是像那些喝酒的那些罪，因为这个精神的，就是他要喝酒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家庭的要搞乱的，因为他是个魔鬼，要落在这个地上来伤害人类，他的目标就是来伤你们的，来破坏你们的生活，用各种的办法来卡住了你们，因为他知道他的生活已经不多了，所以用各种的办法来把你们搞乱了，是因为地都要摇动了，想喝醉。你说的就是你们，连地球都别摇动了，那个地球的根基都别打断了，从地上的灾祸都要出来了。从天空的一说来了，也来控制来攻打你们地上的地下的又要出来了，在地下都有那个外星人都在藏起来。你们以为你们说这个惩罚是一个轻易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个，美国人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他们以为是他们是个强国，那些无人机出来之后，他们都不，他们心里都很担心的。那我们说到就是个无人机用这个无人机要攻打俄罗斯，因为您使用这个无人机来攻打俄罗斯，那他不是要直接就把一个核轰炸来攻打你们，要个人的，我请你们要个人的，要想一想，在以赛亚，我们刚才念的以赛亚书，他这个一说就是在北方的基础，那这个北方的基础是在哪？我们来念下这个以斯结书，他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一起要念下，我们要通过这个就能理解。在以斯结书第38章，你们在听的时候请你们要留心听吧。以斯结书第38章第1到第3到第4节，这个念完之后的话就结束了。我请技术员把这个声音的做得好一些，就根据我所说的。
亚法的话领导我说：人子，你要面向的马个地哥哥，说的就是在北方的基础啊，就是收入的是米舍，米舍就是在米斯就是俄罗斯，都是在他们的北部。在杜巴的往法院工作的说主要法务则说，若是没是杜巴的往哥哥，我与你为敌。第四个节，我必用国子裹住你的腮甲，挑装你，将你和你的军兵的马兵带出来。他就是用果子裹住你的腮甲，因为他不想出来了，所以必须把他又拉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他要出来之后，他到幕后就到啊，所以他比俩来了，你必须行路出来。现在伊俩来了，所以你哥哥你必须行路出来了，所以你些叫你出来了都要做他的工作。我们就要继续要念到第15节。谷歌所在就是在这里。意思结束第38章第15节、第16、第17节。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基础率领的。谷歌就是从北方的基础，谷歌就是那个明亮的执行要来拖到50的座位，他也来到北方的基础啊。这个明亮的执行就是谷歌。以赛亚的书，以赛亚和以色列的说一致的，昨天不定的话是真的是要挑战了，不定就是耶路撒冷的总统。第16节，哥哥，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打来攻击以色列的，这个是我以色列都在攻击那些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不想跟他的阿拉伯同胞在一起啊，他是实在无知啊，我劝你们是活到了，你们聚在一起吧，恐怕你们就会遇到灾祸。我都要提前要告诉你们阿拉伯必须跟着他就是来攻击以色列的，这些计划都已经安排好，因为他必须要攻击这个以色列的，以色列就是一个被拣选的国家，也无法从他们当中出来，所以他恨这个以色列的。这以色列的家天父也发愤怒啊。以色列的救火是非常恐怖多个亚伯兰的咱们早就被灭了，因为多个亚伯兰的，所以上帝都一直要考虑他们。哥哥，你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世界的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们。当日他们多年的预言的，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第18节，第19，我们就结束了。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的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的发愤恨的和烈的怒火说，那日在以色列的地有大震动，
我们就继续念到20节。甚至在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地地上的一切的空中和地上的众人的，阴间的我的面具都争论了，山林都崩裂了。哪怕这个山都崩裂了，不是有祸吗？多言必他先，强人都必谈大。21节，主耶和华说：“我必往我的主上发到进来攻击各个人，都要引导将杀害弟兄，他们就伤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到暴雨火，并流黄降于大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的这个流黄，这个大暴雨火，这个都在幕后要发现的。我必先为大，先为圣，在多个人的眼前显现的，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太危险了。这个情况是太恐怖了，是太恐怖了。这是为什么把它叫做是个非常恐怖的灾祸？因为你按照这个来看了，按照这个情况来看了，就是有话，就这个在模糊，我们先一起要刚就在这个就在模糊的日子。你这个圣经的有什么话都必缺少了，在以斯帖书第38章。在哪里有这个经文？请稍微等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在模糊的日子要以斯帖书第38章第16节，哥哥，你必上来攻击我的以色列的，如你用遮盖对面的模糊的日子。这个就叫模糊的日子，就这个耶路撒冷上来攻击以色列的，那打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全世界都已经被灭了。那个时候就是天父耶和华来到现场，但是无论什么大必上来攻击以色列的，以色列的耶路撒都一直有想要上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时候就看阿拉伯都想上来攻击以色列的，就是其中那个黎巴嫩都是伊拉克、伊朗都是一直都那个美国人都一直来保护他们刚刚这4里然后那个中东的就是那个中东的叙利亚。那个叙利亚的中东都要逃到那个耶路撒冷那里那这个就来说明的，既然有问题，耶路撒冷是来保护这个阿拉伯。那到那个模糊的时候，他们就上来了攻击以色列的，
这个情况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因为俄罗斯都非常恨这个以色列，因为他们来保护那个阿拉伯，全以色列都来攻击阿拉伯。俄罗斯想攻击所以那个美国人一直要保护这个以色列的，因为他们不想要把不要把那个打仗要爆发了，因为他要出来之后他的时间就没有了，他不是输了，但是乌刷来灭了他，所以他不会要接受这个情况，他们不想要乌刷来了，因为俄罗斯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来说明你乌刷就来了。为了这个伊俩子来了，我都把真理要告诉你们去，你们不愿意听的，我们必须做我们的工作，不是你们不信我们就不做我们的工作。等时候你在后引导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记住伊俩的话，但是你们不会再悔改，你们在求告伊俩，那个时候不会再管你的，在蒙召你的时候你不听的，那你们去那些别的伊俩就在真正的伊俩，他就有这个名字写的伊俩，就他就在与你说话。聪明的人将或者站起来，愚蠢的人往前说害，我都把真理要来告诉你们，我把真理指示你们的，你们要转向到善良吧，别再糊涂吧，要转向到无刷，你们真的转向到无刷，要转过来吧，要去哪里？要转过来到所创造你们的，要转过来到所拯救你们的。我说的就对全世界，我必须要教你们，你这说的工作，我教地上的人要转过来，因为我们的父亲的话要长句了。我们不说只有这个有那个，因为我们要重复我们的父亲的话，就是像那些以色列的有受惩罚，那些犯罪受惩罚，我们的父亲的话必须有长久。如果你们想要得救，就赶快要出来，因为我们就是要被差遣来的，为了做这个工作。聪明的人将或者站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说害。这些要领导你们的时候，就是在你们的头上。美国人都已经看到，所以他们不分别。有些都是有说这个是一种的军人的经验实验的。那这个军人的实验怎么叫大家要当心了？那你就是有这个无人机你要提供乌克兰的，那这个无人机不管这个，不怕这个，因为他用飞导弹，你用这个无人机他就说没有，我说你们就是要说正经一点。因为这个有时候我能看到，有时候不会看到所有自己的礼物，你们就想开吧。因为这个有显示的，有显露出来的时候自己的意思，这个就是来说明的，这个全世界已经被扰乱了。美国人都已经被乱了，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了所发生的事情，你们的模糊已经结局了。不停的俄罗斯的总统的要这样的挑战了，你也没办法拿着他，因为他是个野兽，他是最厉害的武器，他们不把死，只有美国人把死了，俄罗斯不把死了，他是个野兽。那就祝你们就想要转过来吧，我是在劝你们能得到拯救，就是来寻找谁以利亚耶和华的大使，但是真正的耶和华的大使就是以利亚，他是来自马达加斯的海岛，他是来自马达加斯的海岛，
为了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的第42章就是海岛当户他的巡回，他就是来到他的海岛，这是我的卡纳，这是我的仆人的，我喜悦的，他要把公理传给外邦人，海岛当户他的巡回。那我祝你们有得到有时的祝福，这是我的话。谁要信这个话，你们赶快登记你们的名字，然后就不要藐视要胡说。对那些外国人的，你们赶快登记你们的名，就是要想达到要将来的愤怒啊！因为别再辩论了吧。别再辩论的，就说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你不想知道真理，那你就别再当着，别再糊涂，要蒙着你的时候已经到了，你别再犹豫，赶快去吧。那些灵魂想要得到拯救，这是以利亚的蒙召。你们赶快来到耶和华那里，塞底亚耶和华的弟弟已经来了，以利亚来救你们的，就是我们现在就不再犯罪，我们跟着以利亚到耶和华那里，到亲爱的天父耶和华那里，到天上天的那里。别忘了明天的聚会，有请你们都有参加这个聚会。对那些在外国已经信了，有赶快有给我们联系那个手机已经在屏幕上面的。如果你们订那个是盯着收音机，把这个号码也给他们看了。我祝你们能得到有时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耶和华宣布的时候到了，证明这个真理就是你依然能看到。亲爱的天父耶和华，请赶快要加快速度的工作，证明你的话，要加快速度证据这一切话，因为我们按期待放回家，赶快有报应吧，因为他们要见到你的名字，请要加快速度，要保住耶和华的血。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做这一切，把所有的真理有成就吧。愿你所摘来的顶上殿的军人的，要赶快做你的工作吧。以利亚要向您要求，你分灵魂的要放回到您那里，就是你所摘回来的。以利亚要尽力打发的生灵的，为了要加快速度，为了他们能听到这个教导，对那些外国人就放得到顶上的顶那里，就要叫他们加快速度到我亲爱的父亲耶和华那里，我亲爱的耶和华那里去。我是这样的，要向您耶和华和耶和华要求，请您有确认这个话，耶和华，您有证明这个话，这个亲爱的天父耶和华，您已经把这个手机号码写在屏幕上，为了让他们跟我们联系，为了证据他们，把所有的一切要加快速度吧，为了荣耀给你的生名字。以利亚不断的要向你要求，请帮助以利亚能做的工作，请帮助以利亚，亲爱的天父耶和华，请帮助以利亚，要无所谓的能做你的工作，要随时把顶上天的权势要显示出来。为了荣耀归给你，亲爱的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感谢你给我们这所有的话。荣耀归给您，我奉耶和华的名字，阿门。我们的时间就是到这就结束了，我祝你们能得到有时的祝福，我们明天再见。